對於身高良準嘅人士，點解佢哋依然需要投資呢？咁係有幾個原因嘅。表面睇咧，佢哋好似唔需要擔心錢咁啦。實際上，第一，通脹率會蠶食咗大家嘅購買力，存款喺銀行反而咧越儲越少。第二，高收入唔代表財務自由，因為佢唔係一個被動嘅收入，只要份工冇咗嘅話，個收入咧就會即時停止。第三，工資咧就製造唔到複息效應，但係投資咧就可以啦。複息效應咧就好似滾雪球咁樣，越滾越大，個回報率咧可以係越嚟越高嘅。第四就係無論你今日揾幾多都好，但係退休嘅時間始終都要靠資產去維持自己嘅生活。如果想保持自己個退休生活質素咧，咁樣呢個投資咧非常之緊要嘅。最後就係投資可以創造多元嘅收入，可以幫你攞到主導權，實現理想嘅退休生活。所以唔係因為人工高而唔去投資，而反而係因為你想要保持你嘅財富，先更加需要去投資。想知道我點樣靠住英國物業收租賺取比身高良準更加穩定嘅被動收入？即刻 click 入留言區嘅報名鏈接，參加我嘅免費分享會啦！